后来这丁义明讲无赖讲台北市牛肉面这个冠军店家用的是有3码种的牛肉，除了请示落台之外，是毋是嘛要担起着法律的责任呢？有民众向内政部来检举，讲这是涉嫌发布着假消息。也毋过，警政署刑事局讲，这个案件甲假消息的本质无同，所以毋免来侦办。那样议员痛骂，敢若允准着州官来放火，不准百姓来点灯，所以早起专工到台北地检署按铃告发丁义明，传播着涉案的谣言。只许政府造谣，不许民众口误，不许民众口误。台东市议员出来嘛是开牛肉面店的，看到行政院发言人引起牛肉面风波，真生气，专工到台北到地检署要甲告。丁义明虽然已经辞职了，但是呢，在法律层面，社违法不办。那请问一下，食安法46之1这样子到底要不要办？整件事情的本质是国家机关用庞大的公权力召开记者会，制作背板来造谣、抹黑、栽赃、挞伐一个手无寸铁、平凡无辜的小老百姓、小店家。虽然刑事局定调讲，丁义明已经公开澄清，无算是假新闻，不过议员无放伊线。丁义明的请辞不过是负了他的政治上的责任，因为他是行政院的发言人。但是他的法律责任难逃。食安法规定讲，散布谣言还是不实的消息，损害公众还是他人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拘役还是新台币100万块以下的罚金。议员希望讲司法会使调查。另外，台湾党有代理疫苗破局，议员认为讲有官员来线交应。我们的疾管署、我们的卫福部，当然事先知道啊。所以现在发言的人，包含陈时中也好，或者林权也好，你们都是涉嫌人。台中、台北议员直接到台北地检署，就是希望讲透过司法会使有一个结果。